感覺你呢刻好舒服嘅瞓喺床上邊，容許自己伸幾個大懶腰，然後打幾個喊路，將今日嘅疲累盡情釋放出嚟。由心嘅多謝身體支持咗你成日嘅活動。呢刻邀請全身每個細胞都好好嘅休息，好好嘅插電。同時今晚臨瞓前送畀自己一個溫柔嘅體驗啦，陪伴自己進入夢鄉。今晚你試下選擇同你嘅腳趾連結啊！哇，係咪好有趣呢？10隻腳趾其實會唔會對你嚟講好陌生㗎？而家你試下感覺下佢嘅存在，試下喐下腳趾公，然後第2隻腳趾，第3隻腳趾，第4隻腳趾，仲有可能好細小嘅腳趾尾，你都試下喐下佢。如果呢刻你覺得，哎呀，佢好似好陌生，你甚至未必感覺到佢嘅，正正就係一個好消息，佢想你畀時間真係觸摸下佢，撫摸下佢。咁所以如果呢刻你對腳趾唔係太有感受嘅，邀請你聽日起身嘅時候，逐粒腳趾按摩下佢啊！而家首先畀佢做少少運動先，你向下屈下你嘅腳趾，然後向上喐下你嘅腳趾，畀佢少少連結，畀佢一份認可同埋接觸，係咪好特別嘅感覺呢？帶住呢份好少有嘅連結，容許自己好舒服嘅進入安寧甜睡當中，畀自己好好嘅享受深層嘅大休息。